哎，世淑姑娘，皇上吩咐过了，谁都不见。不行，我有重要的事情问皇上。哎，龙小弟，世淑姑娘，您轻一点，皇上睡着了，别惊扰了圣驾。哎，世淑姑娘，小声点儿。龙小弟，皇上根本不是睡着了，他是喝醉了。啊！皇上喝醉了？哎呦，老奴该死，老奴该死啊！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这皇上一早啊，就写了一道圣旨，交给了索额图索大人，然后就把我们都赶出去了，说是要一个人静一静。我知道了，这儿交给我吧，你去给皇上端一碗醒酒汤来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哎呦，这皇上要真伤了龙体，我这罪过可就大了。哎呀，龙小弟，龙小弟，醒醒！老大，你来了，陪朕喝2杯。别喝了，你这以前不酗酒的，现在怎么了？什么都别问了，陪朕喝2杯吧。不许再喝了！看着我，我问你，鄂必奇、隆德多是不是你下旨放他们的？你是皇上啊，你怎么能出尔反尔呢？天子的话，金口玉言，一言九鼎的。是啊，朕是皇上，应该金口玉言，一言九鼎的。你太让我失望了。老大，朕对自己也很失望。朕以为朕亲政了，就可以乾纲独断了，没想到。而且我就不明白了，你是皇上啊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而且你要杀的都是那些死有余辜的贪官污吏，既不违反大清律例，又顺应民心啊。老大，当皇上哪有那么简单啊？朕现在心里好难受，让朕抱一抱好不好？让朕抱抱。说话不算数，我再也不想理你了。哎，老大，老大，哎，起来。你就是个大骗子，我再也不想理你了。你还记得这把扇子吗？还记得上面的字吗？你曾经说过，你不会让你的耳朵变成摆设。可是如今我才知道，你不仅是一条装聋作哑、没脚没爪的龙，你根本就是一条虫。是一座红尘的城墙，煎熬过你给的苍茫，用半世的真换一世的伤，奈何不了无言过往。如果真心总喜欢流浪，谁会陪我遥望夕阳？用痴心的苦换天真的想，思念比毒药更传唱。我不能和你在一起，相遇是最痛的别离。如果我不是我，你不是你，其实这就是我要的意思。你要记得曾经答应过我的那些话：消除贵族特权，革除积弊，整顿吏治，让全天下的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。好，我答应你，这个利息我一定还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盖章。龙小弟，我这个老大可能要先行一步了。别说胡话，咱们2个是拜过把子的，说好了有难同当，同生共死的，所以为了我，一定要撑下去。
小弟，用痴心的我也好想陪你回京城放心吧，我还想去收那些你欠我的利息。放心吧，人不死，账不来，一定要好好偿着。要是你不在，我来账了怎么办？你不会来账的，因为你是一个好王。我之前说过，你是天底下最不该爱的人。可是我现在收回这句话，你真的很好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老大，谢谢你，所以一定要撑住。相遇是最痛的别离，如果我不是我，你不是你，眼泪就失去爱的意义。我不能和你在一起。康熙在骗了我，康熙在骗了我。如果昨天可以重新定义，我依然愿意再次遇见你。如果昨天可以重新定义，我依然愿意再次遇见朱哥哥，我输了。别难过了。环美，我早就说过了，康熙在微服私访的时候，考虑的或许真的只有百姓。可他一回到这紫禁城，回到金銮殿，考虑更多的是他的皇位。朱哥哥，我问你，如果有一天你当上了皇上，你会不会跟康熙一样，在你心里最重要的是黎民百姓，还是你的皇位？你要说实话，不许骗我。如果有一天我做了皇帝，康熙没能做到的，我都能做到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我永远不会骗你。我跟康熙不一样，他从小生长在宫里，而我从小生长在民间。我对老百姓的感情和他对老百姓的感情是不一样的。我远比他了解民间的疾苦，朝廷的积弊。环美，如果有一天我骗了你，就让我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我不用你发这些毒誓，我相信你，朱哥哥。最起码你没骗过我，不像康熙那样。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师父跟爹要光复大明，扶你登基了。环美，你终于想明白了。我想明白了，而且通过这次山西微服私访，我也看明白了很多以前没有看明白的事情。像我们以前那样小打小闹，这里诛杀一个恶霸，那里铲除一个贪官，不过是图一时的快意恩仇，根本没有办法把老百姓从水深火热当中解救出来。环美，我永远不会辜负你对我的期许。我希望你也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感情。
皇上吉祥。凭什么？是。叶欢呢？回皇上，诗书姑娘已经安歇了。你们先退下吧。是。老大，老大，老大，朕知道你还没有安心，朕想跟你说会儿话。老大，皇上，您还是先回去吧。诗书姑娘，她是小孩子脾气，您越是上赶着跟她解释，她就越是听不进去。您先放下几天，过几天自然就好了。只怕这次事情非比寻常，她跟朕不是一般的知己。皇上您放心，奴才跟李太医会好好劝劝她，相信她会明白的。真没想到，康熙会临时改变主意。这样一来，你打算借机挑起清廷内乱的计划，怕是落空了。虽然计划落空，但欢妹及时醒悟了，也算是意外之喜。啊，那就恭喜大师兄了。这样一来，小师妹就能收回对康熙的心思，一心一意地对待你了。只怕这付出的感情，不是说收回就能收回的。但愿吧。师弟，怎么什么动静都没有啊？不知道，不过应该快了吧？吴应琪最近几天每天都会在这个时候演出。吴应琪的大哥吴应雄是建宁公主的额驸，他们平西王府在京城也有很多的亲友故旧，所以吴应琪应该会有很多的应酬。哎，应酬肯定是有，但没准儿他还有什么其他的计划呢？师姐，我觉得三师傅说的对，我们还是应该提防一下吴应琪，别被他的外表给骗了。你别提我爹了，我爹根本就没把我当成他的亲生女儿，他只喜欢一欢一个人。哎，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你爹啊！三师傅其实很疼你的。你还记得上次你赌气出走，三师傅在门口眼巴巴的等了你一晚上。哎呀，哦，对了，还有你脸上的伤，三师傅其实一直都在为你寻找那些珍稀的药材，为你配制那个什么冰肌玉元膏。还有小师妹，其实她心里也一直觉得挺对不住你。好了，你别说了，我不想听。好，我不说了。二公子，哎，师姐，吴应琪出来了。救！走，我们跟着他。
他们到这客栈到底是要做什么？应该是见什么人吧。师姐，你在这守着，我跟进去看一下。嗯。跳！快跟上他们！师弟别急，只有石青红在马车上，吴运琪应该还在客栈里。哎，师姐，你看走眼了，那个驾马车的根本就不是石青红，而是武应奇。他们刚刚在客栈里互相换了装束。难怪石青红今天一直带着竹笠，我这居高临下的看不清他的脸。原来他们在玩障眼法。吴应奇如此小心谨慎，只能说明一点，他在干的肯定是一个见不得人的事儿，说不定真的跟金钥匙有关。走。好像是在等什么人。这么晚了，他肯定不是一个人来这里看。啊，对了，滇都晚上都是要宵禁的，这是出城的令牌，你收好。可是，王爷明天一旦发现没人，你岂不是脱不了干系？没关系，我就一口咬定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就好了。可这令牌，极少有人有机会能拿到。王爷是不会相信你的。是啊，可是皇上已经下旨责问我父王了，究竟是把你师妹给放了，把责任推给雪姨居士，还是干脆直接起事？要是决定直接起事的话，那你师妹就危险了。但我毕竟还是她的儿子，最多她也就像上回一样打我一顿，不会要了我的命的。可是，你为了我，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和你父王作对，你我之间还需要说这个吗？况且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我自己，我不希望看到我父王犯下更多的罪孽，也不希望看到他跟朝廷决裂。吴三桂，每天把这么多美食跟水果放在我面前，真的把我当成只知道吃的猪啦？我就不信你能一直把我囚禁在这儿。
谢谢，小师妹，我就知道你们会来救我的，太好了。小师妹啊，你没事吧？吴三桂没有为难你吧？我当然没事了，好吃好喝的给我伺候着呢。还好你们救我，再不救我，我就成猪了。吴三桂知道自己野心暴露了，康熙一定不会放过他。他已经在谋划怎么起兵造反了。如果他一旦认定我们不是真心与他们结盟，一定会杀了你姬妻。我们还是快走吧，此地不宜说话。走走走走走走。拿下！别动！别白费力气了，这可不是普通的渔网，这是为师精心打造的金丝网，你们谁都别想跑掉！李欢，你本来已经说动了本王，只可惜你这2位师兄师姐却沉不住气。如此一来，本王算看明白了，还是雪衣居士说的对，你们朱明联盟和本王结盟毫无诚意，完全是想利用本王来对付康熙。本王绝不会上你们的当。你把他们全部押回王府。聂德福，奴才在。你觉得李欢和李建清是否是朱明联盟的奸细？皇上，奴才呢，平时只是专心伺候皇上，对别的事情都不放在心上。况且李氏兄妹眼下又是皇上看重的人，奴才不敢妄议呀。你这老东西！眼下有没有外人，就直说吧，说一说你的看法。朕也只是随耳一听。回皇上，这李氏兄妹都是来自民间，又都是百姓，自不比别的臣子奴才，不可完全相信。可是皇上几次遇到危难的时候，这李氏兄妹啊，又都是舍死忘生的救护皇上。特别是这世淑姑娘，她平时啊，怕苦，怕累，怕疼，也怕死。可是，在关键时刻，那真是舍死忘生的救护皇上。依奴才看来，不像是伪装的。奕欢对朕的一片真心，朕是感受得到的。但是前有鳌拜，后有雪衣居士，他们2人同时指认李氏兄妹是朱明联盟的奸细，朕的心里也未免有一些放心不下。这雪衣居士呢，是吴三桂派来的杀手。对于这个人，奴才不是很了解，可是鳌拜奴才十分了解。鳌拜跟吴三桂都是皇上的敌人。这俗话说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啊。奕欢、倩影、陌生，你们和倾城一样，都是我看着你们长大的。你们最好老实告诉我，被你们调包的金钥匙到底藏在什么地方？那为师就会替你们向王爷求情，饶你们不死。
六师傅又何必明知故问呢？五师傅唐一手是鳌拜的奸细，樊师姐把从吴应期手里调包的金钥匙交给了太子，唐一手又把那把金钥匙从太子的手里调包了。现在唐一手死了，那金钥匙到底是上交给了朝廷，还是被他自己给私吞了，早就无处查证了。不，金钥匙不可能在唐一手的手上，唐一手也并不是什么鳌拜的奸细。那日，我跟我娘给五师傅练诗，这鳌拜的腰牌乃是亲自从他身上搜出来的。一块腰牌能证明得了什么？总之，唐一手并不是什么奸细，唐一手也并非我所杀。事到如今，你还在抵赖？我再说一遍，唐一手并非我所杀。那日，在城郊的荒庙中，我冒着被暴露身份的危险去救二公子，于是，我悄悄地给石青红传递了信息，让他发起进攻，配合我行动。快，这边！王妃，千万要沉住气，不要告诉他们我是内奸。李定国他们不会向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下手。我先救走二公子，回头再想办法救你。二公子，快醒醒，快随我走！二公子。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二公子和侧王妃已经中了呆若木鸡散，不能说话也不能动弹。于是我就取消救走二公子的计划，由原路从屋顶悄悄地退出厢房。我当时在想，如果侧王妃真的要出卖我，那我只能放弃潜伏，逃回到王爷的身边。所以，我怎么可能去厢房杀二公子和侧王妃？要是那样，我怎么向王爷交代呢？为了掩饰自己，我当时和靖王还有秦胜男并肩和清兵作战。当我再进入厢房时，我发现侧王妃被一刀毙命了。当时我心乱如麻，我在想，侧王妃被杀了，我如何向王爷交代？可是万万没有想到，被杀的居然不是侧王妃，而是唐一手。老五，五师傅。更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唐一手到最后，居然被大家认为是鳌拜的奸细。义父，诸位师傅，这是从五师傅身上发现的。这好像是清廷之物啊。没错，这腰牌是鳌拜特制的，专门交给他最亲近的心腹。我在鳌拜的府上见到过。那这么说，唐一手就是我们苦苦追查的清廷内奸。既然唐一手不是我杀的，那这凶手一定另有其人，而这个凶手才是真正的鳌拜的奸细。他一定事先识破了太子、靖王，还有唐一手的计谋，然后暗中用呆若木鸡伞毒倒了伪装成侧王妃的唐一手，然后趁乱杀了唐一手，将自己的腰牌放在唐一手的身上，将奸细之名栽赃给唐一手，最后再将杀死唐一手的凶手之名嫁祸于我。六师傅真是好口才啊！你以为我们还会相信你吗？你就是想故意挑起我们明珠谷的内斗，让我们互相猜疑，然后你们好逐个击破。我当时并不知道那是李定国和朱慈轩设下的圈套，我以为在那厢房之中守着二公子的就是王爷最疼爱的侧王妃，我怎么可能会去杀他？你当时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，想趁乱杀了侧王妃也不是没有可能啊。事后你大可以在王爷面前将责任全部推在我们明珠谷身上。对，当时大师兄要我们每个人在二公子身上刺一件事，你为了掩饰自己，不也积极支持吗？我哪里是在积极支持，我只不过是在被迫表态。而且当时我也是在赌，我在赌朱慈轩，也许只是在虚言恫吓。如果他真的要下手，我肯定会立刻逃走，到时候我的身份就会暴露，而你们就不必再杀二公子了。哼，你现在自然会如此狡辩。
可你对自己养育了10多年的徒儿都毫无真情，又怎么可能为了二公子而牺牲自己呢？六师傅，5师傅就是你杀的，那金钥匙没准也落在你手里了呢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想私吞了这金钥匙，所以撒了这弥天大火。不错呀，好一招一石二鸟之计啊！王爷，你就要中了这些人的挑拨离间之计啊！我对王爷是忠心耿耿，天地可见的，王爷。六师傅，此次行刺康熙失败，康熙虽然表面上不动声色，实际上心里已经容不下王爷了。王爷唯有与我们明珠谷结盟，共同对抗清廷才是上策。你口口声声地说一心效忠王爷，却偏偏要挑起王爷与我明珠谷之间的内斗，你对王爷还真是忠心耿耿啊！王爷，如果我没猜错，这六师傅给您带的铜匣应该不是真的，要不然您试试。那铜匣的真伪如何辨认？我爹说过，那个铜匣乃大明最顶尖的能工巧匠精心打造的。那铜匣上面有9条龙，如果是真的放在水里，那9条龙就能游动起来。所以想是真伪，把它放在水里，便知真假了。我刚刚试过了，那铜匣果然是假的。丫头，该不会真的铜匣其实一直在你手上？你让京城调包的是个假铜匣吧？我要是这么有心机的话，我怎么会被你骗到现在啊？那如果不是你的话，那就是京城的。是，一定是京城。他把从你这得到的真铜匣藏了起来，却给了我一个假铜匣。六师傅啊，我真替雪姐姐寒心。她一直视你为神明，而且她知道她弟弟在你这儿，又怎么敢私藏铜匣呀？她之所以出卖你，是因为她的身份暴露了，还有，她知道她弟弟已经死了，所以才出卖你的。王爷，我交给你的铜匣就是京城给我的，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是假的铜匣呀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六师傅，你是不是想私吞大明的宝藏，所以才说金钥匙和铜匣都在我明珠谷手里啊？你想这样骗过王爷啊？你可真行！你这个死丫头，平常看你吊儿郎当不学无术，没想到你耍起心机来却如此可怕。我哪有心机啊？我说的都是实话。别吵了！把他们给我压下去。是。小师妹，没想到你原来这么厉害啊！只怕现在六师傅肯定很后悔，没能在来滇都的路上狠心杀了你。我也是被逼无奈啊！如果平西王跟咱们明珠谷联盟破裂的话，那我们就都活不成。王爷，如果你怀疑我，就杀了我。我愿意以死来证明我对王爷的忠诚。唐一手真不是被你所杀。王爷，你对我有恩，
我是为了报恩才誓死效忠王爷的。试问，我怎么可能为了保护自己的身份，去杀王爷最疼爱的侧王妃呢？那这个铜匣应该是被倾城调包了。以我对易欢和倾城这2个孩子的了解，易欢倒是不太可能调包这个铜匣，倒是这个倾城，表面对我唯唯诺诺，实际上只怕一直藏着别样的心思。这次他知道他弟弟已死的消息之后，就立刻对我翻脸无情了。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，这个铜匣应该是在倾城手上。至于这把真钥匙，应该是落在了那个潜伏在明珠谷里的鳌拜内奸手上。多谢王爷的信任。把李易欢他们给我押回来。是。李易欢，这是皇上的亲笔手谕，你且看看。哼，皇上这还挺生气的啊。皇上虽然生气，质问我是否就是幕后主使，可质问的口吻中仍透着亲近信赖之意，所以，我只要将雪衣居士和你们3个一同押解进京，就能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，同时还能立个大功。雪衣，愿为王爷效忠，以性命来换取康熙对王爷的信任。李易欢，你现在明白了吧？你爹想和本王假结盟，暗中挑起本王与康熙矛盾的诡计，注定是不能得逞的。王爷，你误会我爹了。你当年逼着我爹杀了我娘，我爹心里确实恨你，但你也知道，在我爹心里，光复大明的大业远胜于私人恩怨，所以他是真心想跟你联盟，一起对付清廷的。可本王并不想造反，我这个平西王当得还算舒坦。可是您这个平西王也当不了多久了。您觉得您顺着这条圣旨顺坡下驴，把我们几个卖了，再杀了雪衣居士，就可以打消皇上的撤藩之意吗？那您就大错特错了。这皇上在我面前不止1次说过，之前鳌拜是他的心腹大患，现在把鳌拜擒了，王爷您就是皇上心中一根不得不拔的刺。康熙果真这样说？当然了，不信我给你演一个啊。他是这样的。吴三桂这个老匹夫啊，他想躺在功劳簿上多少年？这每年管朝廷要银两，国库都空了，这如今还蹬鼻子上脸，900多万两雪花银啊，还不给他挥霍的呀？圈占民田，广征官市，自主私钱不说吧，这老匹夫居然敢弑君，弑君可是大罪啊，可恼可恨。这老匹夫比起鳌拜来说，过10倍有余。朕早晚亲手灭了他。康熙小儿欺我太甚。王爷，我相信你也知道兔死狗烹，鸟尽弓藏的道理吧？这么多年，您派雪衣居士潜伏在明珠谷，一直不动声色的，而且还让我们壮大势力，为的不就是今天吗？所以王爷何必喊打喊杀的吓唬人呢？之前只听说李定国的女儿贪吃贪玩，不学无术，没想到却有如此见识。王爷您过奖了，其实我刚才说的这些吧，不是我自己的想法，是我之前听我爹还有我大师兄他们分析过，我也不过是鹦鹉学舌罢了。王爷，我们明珠谷是真心想同王爷结盟，共同对抗清廷，还请王爷三思。
你若是把我们3个押解进京，相当于我们2家自相残杀，反而让康熙坐收渔翁之利。但如果你把奕欢送回康熙身边，对你我来说可是有天大的好处。打开镣铐，放了他们。遵命。六师傅，让你受委屈了，所有干系你自己先担了。放心吧，有徒儿在，徒儿一定会在龙小弟面前替你求情，保你性命的。希望你能够说到做到，否则我会让你后悔的。王爷，您也放心吧，我也会向皇上请求，请他推迟撤藩时间，给您时间准备的。好，也请姑娘帮本王向令尊大人转达一句话：先齐心协力，把清廷赶出山海关去，万万不可再生异心，反倒让清廷渔翁得利。一言为定，王爷，那我先告辞了。父王，那我们走了。娘，去吧，您多注意身体，一路小心。斋歇息。李公公，这次回来，皇上不应该很想见我吗？毕竟我九死一生回来的。可是为什么皇上让我直接回永乐斋啊？是不是识破我了，不想见我了？皇上表面上虽然不动声色，但心里肯定已经怀疑你们了。皇上不见你，我也不知道他心里到底怎么想的。反正你是不该回来的。我这条老命啊，算是彻底搭在你们手里了。唉，走吧。臣吴应奇和副将石青红护送笔墨侍书李奕欢回宫，并押解犯人雪衣居士进京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皇上，臣代臣父请罪，请皇上治罪。这平西王何罪之有啊？家父讲，他当年带兵剿的梅花门，与雪衣居士结下了血海深仇。雪衣居士假扮成丽妃娘娘身边的嬷嬷，前进皇宫，意图行刺皇上。可是行刺失败后，又将皇上身边的侍书姑娘劫持到了云南，意图栽赃给臣父。好在臣父设计将她擒住，救出了侍书姑娘。臣父命臣一定要向皇上请罪。哼，这平西王不惧流言挑拨，擒下朝廷要犯，还救了朕的侍书姑娘，不但无罪，反而有功啊！朕要好好褒奖。二公子，快快请起吧。臣代臣父谢皇上恩典。请。多谢李公公。啊。李公公。哎，奕欢姑娘，你没回永乐斋歇息啊？我想见皇上。皇上说了，他不想见你。皇上不想见我。奕欢姑娘，奴婢奕欢叩见皇上，皇上吉祥。
奴婢一欢，叩见皇上。平身吧。龙小弟，我回来了。朕知道，朕又不是一个瞎子，你一个大活人站在眼前还看不见。我九死一生回到你身边，你怎么一点都不开心啊？好像还有点生气。李欢，你可知罪？我知什么罪啊？你犯了2条重罪。哪2条重罪？第一，通敌。我通什么敌了？朕问你，雪衣居士行刺阵失败以后，用丽妃当人质，你为什么要救下丽妃，自己去做人质？奴婢舍身救丽妃，那是因为丽妃平日在宫里对奴婢颇有关照啊。丽妃和雪衣居士都是平西王派进宫里的奸细，你用自己顶替丽妃，让朕不得不放了雪衣居士，难免有奸细之嫌。那皇上这么说的话，奴婢还有好多罪状呢。说来听听。这罪状1嘛，就是奴婢劝说丽妃自首，并且告发雪衣居士。这罪状2呢，就是奴婢让奴婢的哥哥冒充皇上，让雪衣居士的行刺计划功败垂成。这罪状3嘛，就是奴婢身为吴三桂的阶下囚，还不忘为皇上着想，还去刺探他的军情与实力。朕怎么听你说的不像是通敌罪状，反倒是在为自己邀赏啊？奴婢的通敌罪状全都供述完毕了。第2罪是什么？恃宠行凶，致人重伤。我重伤谁了？重伤之人已经到场，你可以当场验伤。哪有人啊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皇上，你知不知道你被雪衣居士接走了以后，朕天天担惊受怕，你伤了朕的心，难道不算是恃宠行凶，致人重伤吗？龙小弟，我认罪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你要是再敢让朕伤心，看朕怎么罚你！皇祖母，吴三桂在接到皇上的圣旨后，果然让吴应奇押送雪衣居士回京，护送李一欢回宫了。皇上，他是个聪明的人，可是这吴三桂也不是等闲之辈，聪明人不动则已，动起来恐怕就是惊天动地了。皇后，陪哀家出去走走。皇祖母，外面风大，你还是留在宫里歇息吧。这点风算什么？哀家这一辈子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呀！这点风迷不了哀家的眼睛。走吧。李公公啊，左大人，哎，请您稍后，我有急事要见皇上。你就是有再大的事儿也得候着。世淑姑娘刚刚回来。哦，都明白。龙小弟，你知道吗？吴三桂让雪衣居士回京城，其实是为了舍居保帅。朕早就知道了，所以朕赦吴三桂无罪，又给他刑赏，就是为了将计就计。而且临走之前，他还让我去他的军营看了看。你说他为什么要让我去他的军营看呢？他带你去，就是为了让你转告于朕，他的军队永不可挡。而且我从滇都回京的路上，看到了好多怪兽。这以前小的时候啊，我们村子里呢有一家铁匠铺，但是都是磨一些平时的农具。这次这么多的铁匠铺，如牛毛一般多，还是奴婢平生第一次看见。朕的探子也是这么汇报的。原来龙小弟早就有密探啊！那不知道有一件事情，皇帝的密探有没有告诉你呢？
看到居然有这么多匹的马。这些马比朝廷的如何？比朝廷的更加的精壮彪悍。这些马都是吴三桂斥巨资从藏民手里买的藏马。龙小弟的密探好厉害啊，这都知道。可是吴三桂买这么多匹藏马是干什么呢？藏马体型彪悍，比朝廷用的川马跑得快，而且高大。他集聚了这么多的战马，还有铁匠铺，难道他想造反？朕一旦下旨撤藩的话，他就会联合耿精忠、尚可喜一起起兵造反。可他为什么要让我看到这些呢？他不怕我回来向你禀报吗？他让你看到这些是有意为之，他想借你的口转告一朕，忌惮他的实力，从而害怕，不敢下旨撤藩。那你怕吗？索图到了没？奴才在。那还不赶紧进来！皇上吉祥。朕交代你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回皇上的话，奴才已经召集了5000多名铁匠，办了1000多家铁匠铺，同时开始打造兵器。马匹呢？马匹，奴才派人到牧区收购藏马，还到蒙古地区收购更加精壮彪悍的蒙古马，现在已经收购了2万多匹，估计2年以后可以增加到5万匹。龙小弟，原来你跟吴三桂一样，早就暗中筹备了。朕和吴三桂都是心知肚明，只不过彼此都没有必胜的把握，都在拖延时间罢了。那，你决定要撤藩了？当然，这个脓疮不除，那朕就永远是一只病猫。只有平了三藩，收复台湾，朕这个天子才能腾出手来，用全力发展农商，打造一个太平盛世。皇上，臣妾请您开恩，饶雪衣居士一死。丽妃，你明知道雪衣居士是在利用你，而你的弟弟也已经死了，你为何还要替他求情？臣妾举报他，是出于对皇上的忠心。现在为他求情，是要报答雪衣居士这18年来对臣妾的养育之恩。丽妃，雪衣居士犯下的可是弑君大罪，不可饶恕。如果皇上一定要置他于死罪，那臣妾愿意陪他一起去死。愿陪他一死。望皇上恩准。丽妃，朕顾念昔日的情分，赦免了你，已经是格外开恩了。你不要不知进退。皇上，雪衣居士杀不得。怎么，你也要替他求情？不是，他有很多次都能杀了奴婢，但是关键时刻呢，都会手下留情。如果他真的杀了奴婢，那奴婢就见不到皇上了。叶欢，你可知道这宫里已经有了谣传，说你是朱明联盟的奸细？皇上，雪衣居士的供词，把一切罪过都揽在了自己的身上，把吴三桂摘得干干净净的。这肯定是吴三桂弃居保帅之举。可现在怕就怕是这雪衣居士保的不仅仅是吴三桂啊。朕明白了，你还是在怀疑奕欢和李太医。不，并非是奴才要怀疑世淑姑娘还有李太医啊，而是那鳌拜在没封之前再三的提醒奴才，而且那雪衣居士曾经脱口而出，他说这李氏兄妹是来自朱明联盟基地的明珠谷，兹事体大，奴才不敢隐秘不报啊。至于这李氏兄妹到底值不值得怀疑，奴才可不敢妄议。万事凭圣公独裁。你这个老滑头，心里顾虑什么？朕一清二楚。皇后是朕的发妻，你是皇后的叔父，朕对奕欢是宠爱，对你们两个才是信任。奴才谢皇上隆恩。起来吧。
左土，现在是皇后的宫里，没有外人，你心里有什么话就直说，再这般小心翼翼、含含糊糊，小心朕踹断你这身老骨头。皇上，奴才只是觉得，如果这雪衣居士只是出于报复而挑拨离间的话，倒也罢了。但万一他在永和宫说的都是实话，他这次回来把吴三桂和李氏兄妹都保下来，那就说明吴三桂和朱明联盟联手，这是唯一的可能。皇上，本来这雪衣居士的供词只需要把吴三桂摘干净即可，为何要把他应该仇恨的李氏兄妹也摘干净？反正弑君本来已经是死罪，他应该继续咬住李氏兄妹不松口，那才合情合理啊。若平西王和朱明联盟联手，这妾身不敢深想。朕之前谈及雪衣居士之时，叶欢曾经向朕替雪衣居士求过情，希望饶他不死。那他就更可疑了。雪衣居士把李氏兄妹全部都摘干净，那就更说得通了。你的意思是，朕应该处死雪衣居士，用来试探他二人？皇上圣明。这俗话说得好，慷慨赴死易，从容就义难。奴才活了这么多年，见过太多一时义气想要慷慨就义的人，可真到了刑场上，见到了刽子手里面的刀斧，到了那人生的最后一刻，他却很可能会动摇的。我知道啊。嗨，那还不是因为雪衣居士想报复我们兄妹俩，所以在皇上面前挑拨离间。但是皇上那么英明，肯定不会相信他们的，是吧？朕自然是不会相信那些谣传，但是你也不再适合替雪衣居士求情了。雪衣居士必须死，朕还会派你和你哥哥以及丽妃亲自监斩。李公公啊，有劳你回避一下。这个没问题，但是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，我可是冒着天大的风险让你们见着最后一面。我明白，多谢公公。好好，快。六师傅，师傅，奕欢和倾城都已经尽力了，但康熙还是坚持要杀你。